云林口湖的养殖区占地超过2700公顷，饲蛤蟆白虾蟆，产值是超过4亿。也毋过，大概风台落大雨，温内水域拢未腐败，损失是真严重。即马县政府准备要开2亿来改善产业道路、清水沟仔，要来做好排水。 今年7月，凯美风台造成云林口湖有大排放花做大水，鱼温因为地势低，水泄袂出去，致使渔产的损失真惨重。地方养殖专区甲口湖乡公所整理出需要改善的工程。九大排水的出海口，该加个该补强的，因为这所做的物件，就讲伫咧民国75年回阮龙台迄个时间点来做的，到即阵吼，迄个堤防已经拢。 含铁啊，拢放掉啊！整体规划，互咱这高大养殖区的业者会当永续谈遮经营，咱甲因的问题解决。当地渔民表示讲，口湖有高大养殖专区，包括蛤蟆、虾仔、甲蟆这渔产，年产值超过4亿。不过因为产业道路老旧，排水系统定定塌条，只要当到大楼、做风台、落大雨，就会造成损失。 到现场去了解，然后有盘点它的需求，主要有3大部分哦。第一大部分是排水路跟道路的改善，第二是排水路的清疏，第3部分是9大养殖区的移抽平台，方便它在下雨天的时候能够急速将水排出。 处理处表示讲，针对口湖高大养殖专区，县府有总2亿的经费，要改善14大的产业道路，整理12大大约4公里的排水系统，建立11大移动抽水机，来减少养殖专区的灾害损失。希望会当赶伫咧明年雨季进行完工。记者云林报道。